冇錯，請大家發出聲音。我哋要檢查呢個時候嘅喉嚨空間，作為參考嘅就係尾指。第一級係懸湧垂，亦即係吊鐘同條脷之間嘅高度大過尾指闊度，仲有左右嘅闊度比尾指第一節嘅長度更加闊。呢個情況可以判斷呢個人患上睡眠窒息症嘅危險性好低。所謂睡眠窒息症就係瞓覺嗰陣，因為各種原因令到空氣嘅通道，亦即係氣道變窄，導致呼吸反覆停止嘅病症。首先將塊鏡遞起到可以清楚見到喉嚨嘅內部，跟住將另一隻手嘅尾指就好似咁樣放喺嘴唇旁邊。冇錯，請大家發出聲音。我哋要檢查呢個時候嘅喉嚨空間，作為參考嘅就係尾指。喺標準以下係第二級，有可能係睡眠窒息症嘅患者。跟住，如果完全見唔到喉嚨嘅話，係第三級，即係患上睡眠窒息症嘅危險性非常之高。想知更多，記得留意我 Facebook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